電詐集團頭目以為將詐騙翻嚟嘅錢換成咗比特幣就可以逍遙法外。英國沒收咗個搞集資詐騙嘅錢志敏6.1萬枚比特幣先冇幾耐啊，啱啱創造咗個紀錄。冇諗到美國直接打破呢個紀錄，沒收咗一個搞電信詐騙嘅叫陳志嘅，價值150億美金嘅12.7萬枚比特幣。呢班電詐團伙肯定會覺得將啲錢換成咗比特幣，攞住個 U 盤改個國籍，去到一個冇引渡條約嘅地方就可以享盡榮華富貴啦。點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啊！警察直接上門控制人、控制電腦，攞走 U 盤，跟住走個司法流程就全部充公晒。因為你嘅錢係違法所得，冇得傾啊！咁啲加密貨幣到底有乜價值呢？嗱，其實加密貨幣咧存在呢個去中心化，仲可以匿名，所以佢最大嘅價值就係使錢。咁自從加密貨幣出咗嚟之後咧，賭場嘅生意啊幾咁火爆啊！唔通你哋仲以為佢哋真係喺度賭博啊？賭場係咪淨係做呢個博彩生意呢？好明顯啦，加密貨幣就係俾呢個洗錢提供咗所謂嘅合法途徑。咁今次美國呢個遠程收幣行動呢，係美國司法部有史以嚟規模最大嘅資產沒收行動。而呢個疑犯就係陳志啊，負責監管一個以柬埔寨為基地嘅大型殺豬盤詐騙網絡。暫時呢，仲未捉到佢人嘅。不過就算冇 U 盤、冇物要、冇拉到人，一樣可以沒收呢個違法犯罪分子名下嘅加密貨幣資產嘅。所以呢，嗰啲以為換咗加密貨幣就可以走佬享清福嘅人，睇到呢個新聞，唔知仲有冇安樂教訓呢？泰豐揾老飯，包你唔使煩。